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平安。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第3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美英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每个清晨有线上共读的时间，恳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使我们能够真实地明白神的话语，并活出主耶稣基督馨香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的第21章前半段看到保罗第3次布道旅行，从以弗所2年3个月以上的停留的时间，那到决定要回耶路撒冷的这段路程，那也是一个 ending。看见保罗在宣教的路上都有这些的同工的接待，让不论是个人或是教会，让他在传福音的路上能够成为他很重要的伙伴。那保罗他回到耶路撒冷，按照耶路撒冷教会的建议来行犹太人的洁净礼，那是为了要来得着犹太人弟兄的心。但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甚至在圣殿里面被控告的罪名就是他带了希腊的外邦人来污秽圣殿。因为这个是一个以弗所人特罗菲摩，那也好在千夫长及时的介入，因为本来这些圣殿的人准备拉出圣殿，犹太人要把他杀的时候，那有千夫长的介入。那接下来就是保罗有一段很长以及漫长以及多次的为主做见证的机会。那在从第3次布道旅行结束之后的21章16节，那到17节开始，21章17节开始是到整卷使徒行传的结束，可以看作是一个保罗往罗马的旅程。那这个旅程呢，并不是他个人能够主动去决定，或是如同前面3次的旅程一样，能够有圣灵的启示和感动，而是在不断的患难捆锁或是控告监禁当中，却依然有上帝的带领，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往罗马来去。那我们再把第3次布道旅行做一个复习，就是从安提阿经过了加拉太弗吕家，那来到了以弗所2年3个月以上。那在以弗所写下了哥林多前书，这当中他有去到了哥林多又回来，但没有在路加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那后来以弗所的暴动之后，让他也离开以弗所，去到了特罗亚，去到了腓立比，在那边写下了哥林多后书，然后接着辗转往这个雅典和亚该亚省，就是哥林多。那在哥林多停留了3个月，这3个月写下了罗马书。那又原来要回叙利亚，那但是因为有犹太人要杀害他，所以他又陆路的往返。那在往返的路上呢，来到了特罗亚，在那边讲到有一个少年人从楼上摔下来，那保罗要继续的前往。那在没有刻意不经过以弗所，却在米利都邀请以弗所的长老一同来祷告，并且预言自己的受难，以及提醒施比受更有福。那接着不断的辗转，然后回到了叙利亚，到推罗多利买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好，那我们来读今天保罗在耶路撒冷接受的审问。好，那请美英执事带我们来读21章的37到40节。快要被带进营房的时候，保罗对指挥官说：“我可不可以对你说句话？”指挥官问：“你也懂希腊话？那么你就不是前些时候作乱，率领4000个暴徒往旷野逃去的那个埃及人啦？”保罗回答：“我是犹太人，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是一个著名城市的公民，请你允许我向群众讲话。”指挥官准了他，于是保罗站在台阶上向群众做个手势，大家都静了下来。
保罗就用希伯来语向他们讲话。那当千夫长把保罗救出来，好，但是还是有一群的群众跟在保罗的身边，喊着要除掉他，要杀掉他。好，那这是一群犹太人对保罗的愤恨。这种愤恨呢，是来自于他们在宗教上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怕人家来玷污他们所信仰的殿以及他们所信仰的道。那并且呢，这种出于恐惧呢，好让他们要先下手为强，好除去这一些破坏他们宗教上的人士哦。那当保罗要被带到罗马士兵的营楼的时候，好，那所以在这里很近身的这种对话呢，好，那路加都记载下来。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路加的出现，好，但是路加记载非常的贴近，就是千夫长跟保罗的对话，几乎都可以清楚的呈现。千夫长对保罗说：“你懂希腊话，那你就不是你也懂希腊话。”那你就不是从前那作乱率领4000暴徒的那个埃及人。那这个事件呢，在第1世纪的当代的史学家约瑟夫啊，那他有提及这个事件呢，是在罗马凯撒克劳地驾崩之后。那克劳地是在主后54年驾崩，那这个事件可能是在主后56年的逾越节的前后。那这个事件就是有一个从埃及来，那这埃及可能是从亚历山大来的一个犹太人，那他带着许多的信徒，好到橄榄山，那他抓住的是撒迦利亚书的14章1到5节的预言，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14章讲到这个神的日子临近，那神要召聚万国跟耶路撒冷来征战。那耶路撒冷要被攻取，要被抢夺，那城要被分为一半。好，那神的脚呢？好，这个救世主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来向耶路撒冷来见证了。好，那他引用这个事件呢，好是引用撒迦利亚书的背景，所以他号召了数千的这些犹太人。好，那在这里这个千夫长说有4000个暴徒，但是这个史学家约瑟夫呢说这个事件有3万人，有3万人。好，那他们甚至叫做匕首党，好，就是他们带着小刀，好，带着小刀，那就是会来革命，会来革罗马政府的命。那这个事件呢，大概是在主后的56年。那保罗被抓是在主后57年的逾越节，所以这个事件大概就是只有刚刚发生1年时间哦，1年的时间，所以以至于呢，这个千夫长非常的紧张，好，他以为这个暴徒怎么又来了，好，这个事件又发生了。那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巡抚就是腓力斯啊，腓力斯，所以这个事件呢是在腓力斯的底下来摆平了。但是保罗回答说：“我不是那个埃及人，我是犹太人，但我同样是犹太人，但我出生是在基利家的大树，所以一个是在埃及，一个是在大树，是不同。而且我是这个大城，著名城市，大树呢不是一个小地方，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所以但是保罗在这里呢要求。”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好，那所以这个千夫长呢就允许保罗，好，然后并且是要大家安静。好，所以这是保罗能够做见证的一个机会。接着请美英带我们继续读22章的1到5节。保罗说：“各位父老弟兄们，请听我为自己辩护的话。”他们一听见保罗用希伯来语向他们说话，就更加安静。保罗继续说下去：“我是犹太人，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却在耶路撒冷长大，在加马列门下受教，接受过祖先一切法律的严格训练，热心侍奉上帝。跟今天在场的各位一样，我曾经迫害遵行这道路的人。
置他们于死地。我也搜捕男女信徒，把他们关在监狱里。大祭司和全议会都能够证明我所说的话是实在的。我从他们取得了给大马士革的犹太同胞的信件，因此我到那里去，要逮捕那些人，把他们绑起来，带回耶路撒冷受刑。好，谢谢。那这是保罗从他悔改信主之后的第3篇的讲论耶稣基督啊。好，那第一篇13章，第二篇17章，第3篇是22章。那保罗呢，好，称这些是父老弟兄姐妹，好，那就是用犹太人跟犹太人的身份。那他也说他要为自己来辩护。那在这里呢，路加也提到说，他们一听见保罗是用希伯来语向他们讲话，就更加安静了。好，那前面那个希伯来语，好，跟这里都提到希伯来语。好，那这希伯来语呢，并不是希伯来文，而是当时通用的亚兰文。好，那这亚兰文呢，好，在当时好的地区，就是主耶稣那时候所用的母语哦。好，那所以这是希伯来人惯用的希伯来方言哦。好，那是属于亚兰文。那他说我是犹太人，意思就跟大家是一样。所以保罗在这个讲论当中，第一个先拉近跟大家的关系，甚至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好，那他是出生在基利家，却在耶路撒冷长大。好，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其实在耶路撒冷也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这些的使徒，好，特别是司提反，好，被训到的时候，保罗那时候叫扫罗，都在耶路撒冷在学习啊。那他接受主线一切法律严格训练，热心侍奉上帝，跟今天在场的各位一样。那这个开头呢，是让大家可以觉得认同保罗所说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保罗也说，我曾迫害行这道路的人。好，那就是保罗他自述，他的信仰呢，跟现在大家一样，也是对于这些只要有任何的危害、干犯这些犹太律法、摩西律法的，通通一律的就是要消灭他们、除灭他们。第5节保罗说，大祭司都可以为他们来做见证啊。好，他所做的是实话。好，所以搬出大祭司，好，那这等于是连大祭司都认识这个人，可见这个人的信仰，这个人的在犹太教当中的虔诚和地位，好，是不容置疑的。好，但是第3部分保罗要提到的是，好，他在这信仰当中所做的呢，就是他拿着这个公文，好，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我们就看到，保罗就跟大祭司要了公文，然后到处去捉拿有这些信基督的人啊，因为他们都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来造反啊，甚至呢要来拆毁上帝的圣殿。所以保罗也说他怎么样去捉拿他们，甚至到大马士革去。好，那接下来6到16节，请美英姐带我们来读。当我赶路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约在中午，忽然有一道强烈的光从天空照射在我的周围，我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我就问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那些跟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但没有听见那向我说话的声音。我又问主啊，我该做什么？主对我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城去，在那里有人会告诉你上帝要你做的一切事。于是由于那强烈的光，我的眼睛不能看见，跟我同行的人就牵着我的手，带我进大马士革。在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他一向虔诚，严守法律，深得大马士革所有犹太人的尊重。他看见我站在我旁边，说：扫罗弟兄啊，愿你恢复视觉。就在那时候，我的视觉恢复，我看见了他。他说：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拣选了你，使你明白他的旨意，得以看见他公义的仆人，又听见他口里发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为他做见证，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万民。那么你还耽搁什么呢？起来，呼求他的名，领受圣礼，好洁净你的罪。好，谢谢。那这一段的记载6到16节，那是在还原第9章1到19节。好，那第9章的部分呢，是路加所陈述的，是用路加的记载收集的史料。那22章6到16节，那是保罗自述，就是他已经从这个事件过了好几年之后，所以可以看到路加的用心就是几乎把保罗这么长久以来所经历的事情，那他也做了这样的记载和整理。那还有这个22章6到16节，在26章的12到18节，那保罗还有再一次的自述，那他也是向着这个犹大王来亚基帕王来讲他自己悔改信主的过程。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这一段的第9章的记载呢，总共出现了3次。第一次是路加所写，后面2次22、26都是保罗自己所说的。那有人会把这3个拿进来做很仔细的对照，其实大概内容都是一样。那保罗说他跟大家一样是犹太人，但是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光，那有声音对他说，你为什么迫害我？那你就是那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那但是在这里跟第9章不一样的是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见那声音。那只有保罗一个人回应，然后他就向主说，主该做什么？那主要他进到大马士革，说在那城里会有人告诉你神要你所做的事。那个人呢，11节就是亚拿尼亚。好，那也有我们在第9章都有提过。好，那他也得到大马士革犹太人的尊重那亚拿尼亚就来曾经在第9章有更清楚跟上帝的对话。那在这里保罗就简略的介绍这位犹太人。所以到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一章这一个的讲道呢，是要向犹太人来做见证。那是一个保罗非常仔细，其实我相信这也不是保罗第一次讲这个，因为他有3次的布道旅行到这么多数不清犹太人的会堂当中，那他一定都会曾经把这样子自己的这个事件故事拿出来讲。那他这个亚拿尼亚得到犹太人尊重敬重，同时也为那时候的扫罗来祷告，让他的视觉恢复。那亚拿尼亚也对扫罗来说，我们的祖先的神已经拣选你，要让你明白他的旨意，可以看见他公义的仆人。好，那这公义的仆人他虽然没有直接讲耶稣，但是现在讲这位弥赛亚，讲这位基督，也是犹太人他们所期待那一位，也有听见他口里所发出的声音，因此你要为他做见证，把你所看见所知道的来告诉万民。好，那到这里为止呢，好，那这些犹太人都能够安静的听，保罗可以顺利的继续讲下去。那因此那么你还耽搁什么？起来呼求他的名，领受洗礼，好洁净你的罪。好，那所以保罗一直陈述到现在，都是用犹太人能够认同，因为其实这群犹太人，那他们也是非常的疯狂，一路上就是要喊着要除掉他。那但是他们在这个觉得该死的人，该死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听他的话，所以保罗的每一字每一句呢都非常的重要，就攸关他怎么样来陈述。那他陈述的好，他可以活下去；他陈述的不好，马上石头可能就飞过来。那再请美英姐带我们来读17到23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在圣殿里祈祷的时候得了一个异象，在异象中我看见主，他对我说，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不接受你为我所做的见证。我说主啊，他们都知道我到各地的会堂去逮捕并殴打信你的人。当你的见证人司提反被处死的时候，我也在场，赞同那暴行，还替杀他的暴徒看守衣服。主对我说，去吧，我要差你到远方，到各
到外邦人那里去。群众一直听着保罗诉说，他们听见这句话就大喊大叫，除掉他，杀掉他，他是该死的。他们一面喧嚷，一面抛衣服撒灰尘。好，谢谢。那前面保罗讲到他悔改的过程，好的见证，好，他怎么样信耶稣这件事情，好，并不是一个很好像预先他个人可以决定的，而是他无法决定的，好，而且甚至是神主动的介入，好，那所以这是保罗他要让犹太人能够来明白，好，那当他因为这样子好被呼召悔改信主之后，好，那但是因为他用的字很小心，好，就是他用到对万人做见证，然后受洗求告他的名，洗去你的罪，好，这一些犹太人都还能够接受。好，那保罗没有提到他怎么样去布道旅行的事情，好，那他一直紧紧抓住犹太人用的话，希伯来话，还有抓住犹太人他们所在意的圣殿，好，就是能够为自己来争取好做见证的机会。好，那他接着说，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祷告，魂游向外，主对我说，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不接受你为我所做的见证。好，那这时候保罗直接切入到他的重点，就是他为什么好要在做这些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事情，好，其实是主好直接给他的启示，好，就是主直接给他的感动，好，因为犹太人不接受好主要所做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接受主所要做的事情。那19节保罗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在各会堂把信你的人监禁，又鞭打他们。当你的见证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一旁赞同，又为打死他人看守衣裳。好，那保罗都还在叙述，好，那时候他刚刚悔改信主了，然后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段的过程。但是呢，21节好是一个关键的话，好，这句话一说完，就马上挑动群众犹太人的神经了。21节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到远方，到外邦人那里去。”就只有这样短短的话，可是对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好，阿们，感谢主。可是对当时犹太人听起来是气到不行啊！那这整个让他们听到的就是原来神要往外邦人去啊，神要成为外邦人的神。那犹太人呢，他们自己筑起的高墙，自己把救恩就是关在耶路撒冷，关在犹太人的区域。好，那他们不愿意与人来分享好这位神的美善，不愿意与人来分享这位神的恩典。好，他们只有把这个桌上掉下来的屑好才给地下的狗来吃哦。好，那他们不愿意来让外邦人好去向外邦人来宣扬。好，其实这早就已经是违反圣经了，在以赛亚书早就已经说神要在各海岛各国来见证。但是呢，犹太人一听到外邦人，这外邦人就是一个关键的歧视，好的一个禁止的一个语言呢，所以以至于保罗说他要去外邦人的时候呢，群众一听到这句话就继续的喊叫，除掉他，他是该死的，这种人不应该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他们到底在疯狂什么，他们到底在热衷什么。好，那他们所信的神其实都是在他们自己的所建造起来的这个象牙塔当中，但是他们却没有好好的去来思想用上帝的旨意，却是用自己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开始造反，摔衣服、撕裂衣服，向空中来撒灰尘。好，那这些都是旧约常常会有的动作。好，那他们就是准备要表示一种宗教上的一种合理化自己的行动。好，接着再请美英指示带我们来读24到29节。罗马的指挥官命令把保罗带进营房去，吩咐兵士鞭打他，拷问他，要查出群众为什么对他这样喊叫。当他们把他捆起来要打的时候，保罗向站在旁边的一个军官说：
对一个罗马公民没有判罪就下手鞭打，是合法的吗？那军官一听见这句话，就去见指挥官说，对他说：“你打算怎样做？那个人是罗马公民呢。”指挥官去见保罗，问他：“告诉我，你是罗马公民吗？”保罗回答：“是的。”指挥官说：“我花了一大笔钱才取得公民身份。”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于是那要拷问保罗的人马上闪开，指挥官也恐慌起来，因为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且因捆绑过他。好，谢谢。那保罗他知道他讲的话呢，开始已经不受控了，所以他后面想说的呢，也没办法继续说，所以他只能够争取到这一段的见证的时间和发言。好，但是当众人疯狂之后，好，那就千夫长呢，好，就本来就是要把保罗带进去营房当中，啊，只是保罗，好，在这个跟千夫长的对话当中，好，知道说，哦，你不是犹太人，你懂希腊话，好，那你就不是那个从前去年作乱的那一个人。那保罗抓住机会，就是跟千夫长说，他可不可以跟百姓说话？所以其实这一段本来不应该发生的，却保罗逮住机会，所以他得到一个做见证的机会。那这个见证或许还没有办法感动到大家，至少他已经把他的悔改的见证过程，让犹太人能够很安静的来聆听。只是呢，讲到了外邦人这个事情呢，是犹太的信徒不能接受，但是这个千夫长他不懂，所以他就就把他带进去拷问他，为什么群众呢要这么样子的愤怒，这个是这个千夫长所不能够了解的。但是呢，无论如何呢，千夫长还是先叫人就是来鞭打。那我们知道耶稣的看过耶稣受难记知道这个罗马士兵的鞭打不是随随便便轻轻的2-3下，这每个鞭打呢都是非常的残酷和残忍。那当他们准备要把保罗捆起来要打的时候，那个鞭子上面都有带钩带刺，然后一下呢就是皮开肉绽，但是保罗却非常的机智，他也说出一个关键的话，所以像什么样的人就说什么话，像犹太人他就用希伯来话，现在对这些要鞭打他的军官士兵保罗就说一个罗马人没有被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是合法吗？好，但是对一个百夫长旁边的百夫长说的。好，那这百夫长好跟尼流他也是百夫长，好，但是他是在约帕的地方，好，但是这个百夫长已经很有影响力了。但这个百夫长一听见这话呢，就去见千夫长说要怎么办？这个人是罗马公民呢。所以保罗他一直保持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好，那没有到最后关键的时刻呢，好，他没有轻易的把他搬出来，好，他就算是千夫长说你不是那个埃及人，他也说他不过是住在大树。那这时候呢，千夫长呢就停下来，又来见保罗。所以我们说这个千夫长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身份，跟保罗有很多的互动，虽然他没有名字，但是有很长的篇幅都是他跟保罗的互动。那他就是来问保罗，你是罗马公民吗？保罗说是。那这个千夫长说，我是用了许多的银子才得到罗马公民的身份呢。好，那所以这个罗马公民呢，好，就像你要拿美国的国籍一样，好，你也可以按照这个用投资移民的方式，好，甚至直接拿几百万美金出来买一个公民的方式。但是呢，这个千夫长是这样子，好，他才能够当上一个千夫长，好，他地位已经是崇高。但是保罗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说，我生下来就是。那虽然保罗的犹太人，好，但是他的父亲是罗马人，妈妈是有犹太人的背景，好，以至于呢，他有双重的身份。所以这些本来要鞭打
保罗的人呢，一听到他是生下来就是罗马人，马上闪开啊，立刻离开他，好像看到了瘟神一样，不敢去碰他了。可见罗马人在当时的地位是受到保护和保障。那也让我们看到背后就是罗马的律法，的确是有一套，它可以这个罗马的律法呢，是非常的严厉严格的，因为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大家不敢再碰他。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运用双重身份向不同阶层来做同样为耶稣的见证，那也运用不同的语言，一下是用希腊话，一下是用希伯来的方言亚兰文，使不同的文化信仰背景的人都有机会来听见耶稣的道。即便他没有直接搬出耶稣这个名字，但是他讲到那个义者，就是在第3章14节，在7章52节，都有同样用这个字来形容耶稣基督是那位受膏者，是那位义者，来认识神的受膏者。那保罗最有说服力的见证就是讲到自己如何经历救主的救赎。那这一段的记载他不仅是只有讲一次，在使徒行传总共出现了3次。那我们也看见背后的就是罗马的法律可以让人头脑立刻清醒。这些罗马士兵呢，本来准备挽起袖子，准备要开始开打，但是一听到他是罗马人，大家马上手都软了，这个手上拿的一些刑具鞭子马上统统掉在地上，可见罗马的严刑峻法。但是这种严刑峻法呢，其实对保罗来讲也是一种另类的救恩，救了他一命，否则他这一下子可能真的会被修理得很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看见保罗在受审问，在受监禁，或是在受群众起来要杀害的当中，他却能够急中生智，能够有这样子的智慧，也能够有这样坚定的心，不害怕，不软不退缩，反倒是把握机会，面对群众，向这一群犹太人来介绍上帝的救恩，也用自己的见证能够使人能够听懂和明白。即便没有人接受或没有人相信，但是主你也已经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灵巧像蛇，也能够温驯像鸽子，让我们知道在得时不得时都能够用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所作所为，能够带领身边的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主你的道你的福音能够更加的广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我们在教会各样的施工或是各样子的聚会，或是不论是营队这个夏令营，或是短宣队，或是小组，或是我们在各样子的祷告的聚集的时候愿圣灵与我们同在，使2、3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有主你的带领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来高举主你的圣名。我们献上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美英姐，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